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1月8日。马太福音28章7节到10节。恁赶紧去甲伊的学生讲，伊已经对死人中国活啦。伊比恁先去加利利，伫遐恁会看到伊。就袂记得我已经有甲恁讲啦。因就赶紧离开梦，也惊也大欢喜，走去甲耶稣的门徒讲。忽然，耶稣出现，对因讲：“大家平安。”因行进前揽伊的脚，甲伊拜。耶稣甲因讲：“毋免惊，去甲我的兄弟讲，叫因去加利利，伫遐因会见着我。”主叫我命令伊这学生，就去到加利利来听候伊。伊过活了后，来向伊的门徒显现，对因讲：“大家平安。”这个学生念伊行进前来揽伊的脚拜伊，总是耶稣交代这学生讲：“恁毋免惊，恁就去甲我的兄弟讲，叫因爱去到加利利，遐因会见着主。”咱到教主所命令学生的，也咱伫遐来听候圣神，甲咱三个地定，互主的快乐通临在伫咱每一个人。愿主赐咱平安。耶稣听你，赐你